佮来看加拿大国内目前有1000外个树林拢会着火，其中西北地区的火嘛，特别拖到北部的黄道镇，地方有2万个民众赶紧撤离，情况是真紧张哦。另外，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目前嘛有一场40天来上严重的火灾，火烧的范围有2600公顷，有将近8000个人受到影响。 头前的路拢食火熏，两边的树仔土地烧甲臭大。加拿大西北部地区野火向北部上界大的城市之一的黄道镇烧过去，已经较无16公里了。当局紧急撤离全镇2万的居民，当地机场离开省镇的公路规个正塌，几落百人排队听候紧急军事撤离航班。官员警告，18钟到前就要赶紧离开，啊若无真强的北风会甲大火杀向撤离时阵会经过公路。未来24至48点钟，恐惊是今年热天 上有挑战的关键时阵。We are expecting significant growth, and we are expecting our resources to be challenged from north to south in the province over the next 48 hours. Dry lightning, strong winds, and drought conditions. There is a strong likelihood of new fire starts that will grow quickly and unpredictably in the coming days. 加拿大当地经历历史上上界严重野火季，全国有超过1000个火场当地烧，其中265位发生在西北部。专家表示，气候变迁让野火烧炭变得更加严重。另外，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嘛，拄到40年来上界复杂的大火。地方政府表示，度假胜地田尼利夫岛的大火已经烧毁超过2600公顷的土地，这个火场差不多30公里宽，7600人受影响。极端高温甲天气的条件，让救火难度大大增加。部署250个消防员，17台飞机往回火场灌救。连气象学家拢表示，加那利群岛所拄到的大火，较早拢唔捌看。这场野火发生前，群岛才拄到消防员的侵袭，一寡所在变得真大数，所以大火一个烧未收煞。气候变迁是造成大火的原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